讲到明仔载呢，就是头一批这罢免投票吧。日明仔去到花莲协助罢免团体催票。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强调，保困期的歹代拢封逼出来，最后的正义也是会到位。另外，也有一群人奉叫做是罢免超人的回乡族群，因是坐回轮机回来到台湾，准备要投票。 7日罢免投票倒头算，春无24点钟，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佫一摆去到花莲，针对在地立委保困期提告何氏董事长董子贤违反选罢法，林右昌笑讲毋捌看过保困期遮紧张。傅昆萁之前做坏做恶，然后在花莲鱼肉乡民做的这些坏事，现在都一一的被暴露出来，在最后正义还是会到来的。 那更何况这个事情呢？大家知道，童子贤是捐钱的人，傅昆萁是花钱的人，所以这个当然是童子贤讲的对嘛。罢押上尾时间，全台罢免团体拄到风雨嘛唔惊，了不起5区罢团组成的台湾出来吧，出动吉祥物董义行，哪落雨哪骑铁马。民进党的民代是去到深南的选区，下区车手催出董义票。林口本来就不是民进党的优势区，所以我们知道要更努力，才有机会能够翻转。明天只要站出来投票，我们就会赢。 像是伫社群媒体嘛出现一波返乡投票的热潮，对世界各地登来台湾的族群，红叫做是罢免超人。伫 IG 和 Trace 顶悬来分享机票文，还有一阵自发性的志工，24点钟轮班制，组成接机团，驻守伫同机场入境大厅头前，摕手帮大派乌营养被发现勇敢的台湾囡仔登来厝。一出门，然后就看到我们，然后就哭了，对，就很感动这样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多。 在国外心心念念的游子回来，这样子，就是为了我们下一代着想，然后觉得现在的那个局势不是很稳定，然后有一些不适任的人就应该要让他离开。针对网络的谣言，讲罢免选务会做票，中选会是严正背清，强调罢免的正反双方拢有推荐的监察员，伫各道开票所在监督，除了计票的结果，报告表会公开打，开票的过程嘛开放民众来现场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